洒的世界，无人袂懂。你记得吗？你记得吗？该秋天天春的西路，紧行紧冲过，该紧往西日头下，紧往西日，该紧往西日头下，缘你的歌，袂唔记得路，袂唔记得路，该梦想像染风的山头，行呀行。我阿妹，我说你要跟我交往好不好？不要，那你就跟我交往。不要，我阿妹。掉毛的猫，掉毛的猫。这小子画什么都有意思。这孩子对生活的观察非常细微，而我却常常忽略掉生活的细节。我的观察力还比不过一个小孩吗？难道这就是教授所说的我没有感情吗？郭老师，请你节约用水。对不起，不好意思，有事吗？我刚才看到几个学生在外面跑来跑去的，他们说是你让他们出来寻找灵感。我确实是这样跟他们说的，因为我这堂课要帮他们上的是即兴画图，我让学生在教室外面走一走。即兴画图不能在教室里吗？当然是可以，我只不过是真的很希望学生们的视野能够再更宽广一点，不要老是局限在教室这种小空间里面，这样有什么不妥吗？我觉得这样子会影响到其他学生上课的安宁。能不能请学生回教室去？如果我的学生在外面画图会影响到任何人上课的话，那我真的很抱歉，我会立刻管理好他们的秩序。可是你不能够要求我一定要带他们回教室去画图。郭老师，你刚加入学校，所以不了解学校的规矩。你要教画画，我没有意见。但学校除了特定的户外活动，其他都是在教室上课的。这一点，我希望你能了解。又是规矩的问题。林老师，规矩是人定的，可是教育是活的。你看，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心情下画图，不是很好吗？而且在这样大自然的熏陶之下，他们才能够表达心里最原始的想法，这才是我的目的。你真的认为这样错了吗？你有你的想法没错，但学校的规矩还是要遵守。毕竟这边是学校，凡事不要太过于随性比较好。不好意思，如果说话有冒犯的地方，请你见谅。还是请你把学生带回教室去吧。郭老师，你到底在干什么呀？你上课带学生去远足啊？你这样怎么带美术班的学生啊？
喂。哦。多忙哦。又会请投入。你不能老是要我去麻烦林议员啊！我老记啊，有交情，咪做唔得人样。好了，我知啦，我知看啦。这下麻烦了。唉，当初林长寿啊。是看我厚爱林志宏，才那么帮我。现在我也没教林志宏了，他还愿意帮我吗？哦，校长要我估计一下那个美术班所需要的经费还有时间表，所以我想赶快赶完，可以交给他了。这么负责啊？所以你的午餐只有吃这个面包？对啊。算你有口福。今天啊，我刚好带了这个绿茶来，分你一半吧。绿茶。绿茶就是我们客家人说的三参汤啊。这里面啊，它是有茶叶还有五谷杂粮混合研磨而成的，可以说是高能量、低热量，除了可以让你充饥解渴啊，同时还可以让你长保健康哦。而且我跟你说，我们这个绿茶是用来招待重要贵宾时候的御用茶点。好，谢谢你。客气。你知道吗？我们客家人常说，这个大宁3碗绿茶，做得4到90板。这意思就是说啊，只要你勤劳、食物清淡，还有常喝擂茶，这样就可以让你健康长寿哦。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它的功效。来试试看。好，好香哦。不好意思哦，要花费你的午餐。没关系啦，试试看啊。怎么样？好喝吗？好喝。可是这我好像以前喝过哎，但是味道有点不一样。那是因为你没有喝过正统的擂茶。我们家的擂茶，这个都是我们自己选的配料，而且还是我们亲自研磨而成的，当然不一样啊。喜欢吗？再喝一点吧。不用了，这样够了。不好意思，没关系啊，我来。对不起。没关系啦，我等下洗洗就好了。没关系啊，我来吧。翁老师，不好意思哦。没关系啦。对不起，我去接个电话。你们还说意思饭？哟，又转来了。你正经爱咁抢来转来，文国老师留你出去呢，连那本好上的看到，可能也唔好啦。拜托诶，要用毛毛改。曹磊，你知道郭老师来找你要唔要？我唔知咧，我感觉佢当场唔系当认真。你有咩人讲话呢？总感觉佢搞好要懂随心，我也讲唔出好法，对佢嘅印象也无嘛介好。嘿，佢生来无结球，你有咩对佢印象安法啊？佢生来无结球，你敢懂了解佢？我嘿无了解佢啊，唔过我哋哦，佢就系我中意嘅谁来。哈？
佢到底对你做乜解？这样有爱用的想法？比你。你都搞定了吧？放心啦，你交代的事我都帮你办好啦，而且现在我姐夫跟那几位茶农都在聊天哦。那就好。哎，对了，你千万不要让他们发现说是我叫你去订茶的哦。好啦，我没那么笨好不好？喂，我帮你完成任务，你是不是该请我吃饭啊？好，没问题。好，那待会见喽，拜。这是我上一季采的茶，这茶青看起来啊没什么卖相了，但是啊，它的口感啊不是我自夸的，喝起来的感觉啊很清甜呢，你喝喝看。哦，对啊，你怎么知道我在种有机茶啊？哦，因为我姐夫要买茶，我就问我住在这边的朋友哪一家茶好，他就跟我推荐您这一家啦。你朋友啊，他认识我吗？他叫什么名字啊？你一定不认识他啦。今天重点不是这个，重点呢是我们今天付了定金，等到下一季采收茶的时候，记得要把我们的份留给我们喽。那当然啦，我已经跟我的地主商量过了，下一季的采收啊，他可以留一些给我卖给你们。你们这时候的出现啊，简直就像是下了一场及时雨一样。你们这份情啊，我永远都会记得的。哎，不然这样子啦，夏季采收后，我多送你们3斤茶叶。古先生啊，你的茶这么好喝，培植有机茶园也已经3年多了，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拿到有机茶农的认证呢？我有送茶青的样本啊去做检验，但是因为他们啊喷洒农药，影响到我的茶园啊，所以才没有过关呢。啊，原来只有你那一片种的是有机茶啊！哎，你们2个啊，也应该赶快改种有机茶了。哦，我看他种的那么的辛苦啊，我们不敢冒这个险。刚开始做当然是比较辛苦了，可是啊，种这个有机茶好处很多哎，除了可以保护自然生态以外，喝了这种没有污染的好茶，对我们人的身体有百益而无害，相对的对你们茶农也有一个保障啊。因为这样子你们就不会吸入这些化学农药了，然后对身体就更健康啦。好处这么多，早就跟你们说过了，我的话你们都不听，别人的话你们就听进去了。古先生刚刚看你在茶园一个人很彻底在执行这个有机茶法的步骤虽然这一次没有通过验证，不过不要灰心，好好努力，我相信下一次一定可以拿到 CAS 有机农产品的标章，好好加油啊！我会的。周大山，现在这个时间你不是应该在操场练习跑步吗？怎么在这边玩荡秋千呢？老师，我一个人跑很无聊我不想练了。那怎么可以？你过一阵子就要比赛了，不要玩了啦，去练习了。老师，我一直重复往前跑，真的很无聊周大山，老师，我能不能倒着跑倒着跑。如果你真的可以这样跑的话，那你试试看啊。我真的可以哦。倒着跑也可以跑得很快这小子。周大山，你在做什么？大山，有没有受伤？老师，我没事是谁让你这样跑的？我问过老师他说可以的。
是你教他这样跑的。他刚问我可不可以，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好，所以你就准许他这么做了。你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啊？万一他受到半点运动伤害，万一他伤医不好的话，你知不知道他就没有办法成为运动选手了？马老师，对不起，我只是觉得大山平常的训练或许有点枯燥乏味，可能换个方式，搞不好会有更好的效果。你觉得？你根本什么都不懂，就不要插手来管我的学生。马老师，你不要生气啊，是我说要这样做的，你不要骂郭老师啊。你现在立刻去给我跑20圈，再去给我跑20圈，去！你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你现在直接告诉我，不要把气发泄在小孩子身上。我在教学生，这里不要插嘴。你教不教你啊？对我有什么不满意？你现在直接告诉我，不要把气发泄在小孩子身上。我在教学生，这里不要插嘴。你教不教你啊？喂，你们两个有什么话好好说，在学生面前吵架，这样算什么啊？大山，不要哭了，到底怎么回事？走。马健，你们在吵什么？他真是莫名其妙，自己的事情不做，管到我这边来做什么？终身做的本身也能是较好得的东西呢。几多钱啊？同啱用啊？買2罐汽水哈。哦。顾先生。顾先生，下課了哦。系啊，错啊，我上一摆有威呢，无爱陪顾茶妹去上课，还只有倒茶园，对你讲无礼貌嘅话，正经当歹势，请你莫见怪。是安尼啦，我啲娘去关心学生，见到係因為我嘅眼好本意介紹咧，我真經歹勢啦。了擺唔去我督導幾年吼，茶妹後悔哦，我真經唔知我用班計嘅咧。幾年？茶妹無老你講哦，有幾生日吼，當工來請我聽茶啦，還先幫我聽緊咧。有了款嘅事情啊？係啊，唔單槍按用啦，記得哦，還推廣有機茶呢，這點我請安慰啦。這3年吼。我花嘅心血，總算有人哋吃得咧。也真經係好事啊！你老阿叔主題，阿叔無老你天數，本愛人結根問題，講起來，我都要當歹勢。冇相干啦，雖然你係寧福嘅人，但係你老嘅鄉鄰嘅哦就冇可以哦。我相信哦，你係一個當好嘅細妹。好咧，我要繼續來轉咧。生意呢，當叫冇好好生意傳咧。根本呀，我家條菜本叫兩茶，好好補補嘅。先生，我落去啦，我落去啦。還好啊，記到讀到幾年，渡過難關，真經天公下好你呢。香吃大肠，每餐扣肉非常小好，哦，全部都好好吃哦。你怎么吃这么多啊？你饿几天了你？那么好吃的菜，我食欲照开嘛。哎，要是我变胖，你要帮我负责哦。我负责，你自己不自知怪我。你见不见，你还是一样无情哎。你姐夫回台北了？对啊，他台北还有事。今天都顺利吗？他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劲？大家一想到有机茶，聊得很开心哎。不过我们先付钱订茶，那几位厂公就莫名其妙。能帮到古家人就好了。我真的搞不懂哎，既然你要帮他们，为什
什么不直接去找古先生？干嘛大费周章特别找我来啊？古先生他要是会接受的话，我就不用请你们来了。其实因为正好你要奶茶，我才会想到这一招。而且哦，古先生他是一个很固执的人，有种帮助别人呢，就得想一点方法，才不会让所有人觉得尴尬。哦，你什么时候变那么体贴了？哪有？要不要我拿镜子给你照一照？你连表情都变得很慈祥哦。少胡扯，快点吃吧，吃完我送你去车站。谁说我要回去啦？那边风景好，空气新鲜，菜又那么好吃，我才不要回去嘞！我就是要在这边度个几天假，不行吗？啊？你可别跟我回去哦！如果你把我赶回去，小心我把你的秘密给说出去哦。那我先告诉你哦，我要上课，我没有时间陪你。谁要你陪啊？我自己会去玩。不过我的第一站可会先参观你的宿舍啊。哇，郭云天啊，你的房间会不会太单调了？没办法啊，这种宿舍能够供应的本来就有限。反正我是只在这边住几个月。我真的搞不懂你在想什么哎！家里这么舒服，你不住，你要来住这里，我看你还是辞职回台北好了。你开什么玩笑？哎，我现在不是学生，是老师哎。我就算再怎么不习惯，我还是得要为自己的决定要负责。那你工作习惯吗？跟大家相处都还可以吧？我觉得我跟学生们的相处都还蛮好的，小朋友们都很天真活泼，跟他们相处很有趣。至于同事，可能是因为我跟他们还不太熟了，总是觉得有一些隔阂。可是我也在想，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当老师，还没有办法拿捏如何跟其他老师相处的分寸，难免就会得罪人。看样子你跟其他同事相处的不好哦。反正我是还在适应当中了，我就管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这样也对。我是觉得，如果你不适应，就干脆辞职回台北了。也不是这么说了，反正我也不会在意人家的想法，反正我就做我自己觉得对的事情就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先送你回民宿吧。哦，好吧。你怎么了？胃好痛哦。怎么会这样？炒饭可能吃太多了。哦，好痛！我可不可以去厕所？好，快去。你肚子还痛吗？啊，好痛哦！我去帮你买药。哦，原来啊，迄年我用在身上上草。难怪啊，你今日你心情无嘛个好，我无爱拢来讲法。你们说我应该怎么办才好？马健老师虽然很凶，但是他对我很好。郭老师也对我很好。现在他们因为我吵架，我要怎么办才好？咩唔知耶，你们牙齿好咧，其他聪明哦。我感觉唔该要体谅个先生，为是你较好。啊，毋过，若要行咧。先生迄讲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只要你用一认错，先生就唔会抱歉啊。好啦，那你们朋友一起去。我怎么跟朋友穷阿去啊？又没人会先生想吵嘅。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拜托啦，郭阿敏。吴姐姐。我等陪佢去好诶。你有看到志峰吗？冇看到。奇怪咧，伊哈几多点诶，还忙转到福卡，只有那位去咧。
林志宏，你怎么还没回家？报告老师，我的图还没画完，我快好了，画完之后我就会回家了。哦，这样啊，你很用功。不过不要画太晚，天黑以前要赶快回家哦。知道了。好，请坐。要是大三也这么努力就好了。古阿明的彩色笔都没水了。美术选手班企划书，明天接美术选手班，明天开始画图了。这家伙不是说不画了吗？现在跑去教学生，怎么想开的啊？老师，你是谁啊？你又是谁啊？这位小姐，我问你是谁，你应该先回答我你是谁，还有你为什么会在郭老师的宿舍里面？我才要你说清楚，你为什么可以直接跑进来？你到底是谁？你管我是谁啊？那你也别管我是谁。你给我出去！给我出去！哎，你凭什么叫我出去啊？你到底是谁啊？你管我是谁啊？重点是你不能出现在这边，你给我出去！我为什么不能在这边？我就偏要在这边，等到云天回来，问他你到底是谁。你给我出去！我不要。给我出去！我不要！你出去！出去！不要！出去！出去！出去！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你给我不要！不要！出去！不要！出去！这红怎么在这里？郭老师，老马给你熊草啊！你阿妹唔係縮衫咩？嚟到起唔起行唔出天鳳嚟啊？一 V 迄時生縮衫冇唔錯啊。一亮衫，呢個草乜街啊？唔啲嘅，嚟啲幾一條熊草嘅內容，超冇意思。冇嗌到啲我俾看到以後咧。林老师怎么还没回去啊？我来找志宏的，他还没回家，不知道跑哪去了。志宏，刚刚我在教室有看到他在画画。教室，我刚找过嘞，没看到人啊。好，那我陪你去找找看。好。给我出去！出去！海婷，该出去的是你。因為唔過上菜呢。哎呦，冇去好看咧。哎呦，較好啊，香草本來就唔係好事啊。嘿，又要開始。
我看你是这里的老师吧？是不是不用跟你报告吧？哦，我知道了，你是从台北来的哦。何止啊！我跟郭云天郭老师还是最要好的朋友。是，那又怎样？郭老师他现在住在这边，就算他发生什么事情，你这个最要好的朋友，远水救不了近火，还不是要我帮忙？你到底跟郭老师什么关系啊？我跟郭老师呢，只是比你这个最要好的朋友再好一点点，怎么样？你嫉妒吗？老秀子老师变成懂好懂嘅朋友啊！郭老师跟你很好啊，我看他根本就是瞎了眼。哎，你不要气急败坏乱讲话好不好？郭老师应该不会交像你这么没气质的朋友吧？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你喜欢他，所以你就黏着他，一路从台北追到这里来倒追。不要给我胡说八道！你出去！不要，该出去是你，出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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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喂，你说谁呀？親難公呢？用幾多錢厲害呢？你们四个在做什么？老师，你回来了。你麻烦大了，你看。出去！你出去！你出去！我不要你出去！你出去！你出去！又不是这里的人，出去！你还不出去啊？你才出去！你在做什么啊？志宏，拿了丢妞，全部丢了。放心，没事吧？郭老师，佳佳，你在干嘛？我才要问你，他在这边干什么？他说你跟他很好，原来你这边交女朋友，我为什么都不知道？我？他还说是你女朋友，真的吗？你说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够了！哇，怎么这么多人啊？郭老师，你究竟把这边当什么地方啊？你以为下了课就可以在宿舍里面为所欲为吗？你品性不端，给孩子们做了一个最坏的榜样，以后怎么为人师表？我真对你太失望。统统回去，我们走。走了。秀子，秀子。郭云天，我等一下，你到底要做什么啦？你真的喜欢郭云天吗？没错，我对他很有好感，你有意见吗？你认识他没多久，你了解他吗？我不是试着在了解他了吗？难道这种事情我要跟你报备啊？秀子，你喜欢他，是不是他层次比较高，所以你才会对他心动？对，我就是欣赏他有品味，长得又帅，我就是喜欢这种人。你有意见吗？你想说什么？说我爱慕虚荣，说我的眼睛只有看上不看下，随便你怎么说好了。反正我只是照我的意思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至于你要怎么想，我管不着。只要是攸关我的幸福，我都会义无反顾的去追求，哪怕人家说我是倒追，我也无所谓。这样你了解了吗？
久了，你应该知道我喜欢你啊。你跟我讲这些话，是不是太残忍了？顾茶妹，挨老子缝低料片这哦，你看到推落台转去。周大山，你妈看到转去，唔好博您担心。林老师，我还是不懂哎，为什么我老是要跟人家吵架？迄个先生，迄唔系师妹啊？唔好乱讲，伊就可能有啲哩有味脏坏严家，挨着太家讲好，如果你那片事马上都唔好讲出去，好无？为什么不能说啊？这是不好的事情吗？先生讲嘛，甲硬头发出好咧，冇冇难度啦。给，做嘛给林？唔系啦，我系乜林志宏啊？做嘛该俺来厦门政府，伫好高度做嘛该啊？对啊，我是想要去跟马老师道歉。那你在那里做什么？志峰，马老师供你对高斯发图，你放那个东西。画图？是今天即兴画画吗？林志宏，你好炸、哦！想要第一个交是吧？马屁精，想要给我受影响哦。冇关你的事啊！给你发好嘞，将来看好嘛？做唔对啊，你叫他赚不啦，拿来赚迄个啊！志峰，小气鬼，不看就不看啊，凶什么凶？好啦，给恁家的政府，林先生再飞，好，再见。再飞。志峰，你做乜解唔分同好看娘的作品？向他分享也冇乜解唔好啊。我没有干哪些事啊？顾云天，你生气了？好啦好啦，对不起啦，我刚吃出气昏头啦，而且有一个女的来找你，气压很高，所以我就跟她吵起来啦。好啦好啦好啦，那我保证以后我不会了，你不要生气好不好？还有以后。佳佳，我真的不晓得你在不高兴什么。我一直都把你当一个妹妹看待，以前是这样，以后也会。今天的事情过去就算，可是我不希望以后发生一样的事情。妹妹，我知道你的立场一直没有改变啊，只是我自己想起的。那你跟那个女老师呢？你该不会真的喜欢她吧？我没有喜欢任何人，我们都同事的。这样听起来啊，就舒服多了。郭云天啊，你要谈恋爱可以啊，但是你绝对要找一个条件比我还要好的女生，这样我才会服气哦。我现在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有什么资格去谈恋爱？更别说照顾别人了。你不要胡思乱想。我怎么可能不胡思乱想啊？你看你现在又开始画图啦，我就以为你谈恋爱啦，所以才有心情跟灵感画画。我是准备要开始画画，可是不是因为谈恋爱，是因为那些学生。啊？还有学校的几个老师，知道吗？台北的教学资源比这边优渥许多，可是这里的老师却每个都很努力的去尽好自己的本分。像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就很努力积极的训练体育选手，甚至连弱不禁风的女老师，都会在酷热天气出去寻找中辍生回学校念书。看到他们这样，我真的觉得自己好惭愧。我当初来到这里只是为了躲避台北的一些琐事，我压根就没有想过要当一个好老师。可是现在他们给了我一些启示，我真的开始觉得我似乎可以为这些小朋友做些什么。难怪我看你这一次老师跟以前不一样，原来你是被改变了。没想到以前冷酷的郭云天学长也会改变啊，不过这样比较像正常人哦。我以前真的很冷酷吗？那还用说啊，你去照照镜子吧，你现在连讲话都带有很多的感情。如果说是这里改变了你，那我想你也没有白来哦。加油，郭云天学长，我比较欣赏这样子的你哦。怎么样？来，3组，好吗？来。
然后生了，这里再吃一碗嘛。好啊，食啊。都唔得。阿姊，查某呀，难得加菜，因你弟弟阿妹哦，做咧老祖先乡下食饭哦，当好呢。你这饭养落太好，食较多些的啦。做唔得啦，我等个先生讲，营养爱平均，做唔得乱食，以下食很多对身体唔好。阿明啊，爷子讲的当有理哦，今日哈迄理解的人啊，下年哦会通伊的哦，啊。你看是唔啦？你做得有同啊？什么阿姊？一两餐慢慢食哈，我先去洗身啊。嗯。用诶，吹唔好食吗？唔係啦，我突然間想到林志宏啊，佢當大兵呢，病好咧，喊啲好高地杯發圖。我雖然未當好發圖，不過我冇去按大兵誒。唔啲誒，唔出去加油啊！不過加油就冇個用啊，我屋卡又冇錢，連菜色筆都買唔起啊。阿明，我屋卡雖然冇錢，但是只會堅持理想，就會有成功嘅一日。就像阿爸一樣，總有幾天，大家攏冇看好佢，不過佢還係堅持理想，完成慢慢同佢嘅夢想。唔看也建議唔就當人來買菜，我哋就好事嘅安全開始的啊！我哋做唔嘅因為貧窮就唔代表用嘅係最唔好嘅借口。只要唔歡喜發圖，大家一定會支持你嘅，對冇？對，阿姊，你對冇？你跟他講法嘅用誒，這個動作阿妹呢？因為我係小媽媽，你唔同啦。嗯，錯。终于打完了。这个计划案交给校长之后，选手班应该就可以成立了吧？上课了。你就因为乱打啦。乖。后来啊，王老师又跌倒了嘛，对不对？然后那个谁，郭老师又扶他起来这样，然后王老师又哭啊。那另外一个女人呢？哦，她很生气呀，然后就跟他吵架，又吵架，然后多讲一些，多讲一些，等一下，多讲一些嘛，多点嘛，多说一点，多说一点。教主啊。什么事情不能说啊？啊？郭阿明、朱老师，你们两个给我讲清楚，说明白。走。不要问，来了就知道了。哦，你也在啊？那正好，大家一起进来吧。哎，怎么你们都来了？哎，郭老师，是你请他们一起来的？报告校长，是我请他们来的。哦，
大家都要来关心美术选手班的事情，那也是很好啊。我很高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这么团结啊。是，报告校长，其实我们也很关心美术选手班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更在意的是指导老师他的品德操守是不是端正。因为有人亲眼目睹郭老师带着女性友人到宿舍去，是不是？另外呢，他还跟我们的翁老师吵架，有没有？所以我个人认为郭老师他的私生活不检点，私德不端正。主任，刚才我们明明不是这样跟你解释的，你为什么还要加那么多难听的字眼？闯，一杯跳出送